交换这边哈，我再来喝一口水。我在这边呢，因为我这个人其实会脸皮比较薄，但是我觉得最近有一个喜事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这样，就是我要发片了。然后希望大家可以去关注我的，就是去帮我的粉丝团林俊逸有蓝勾勾的那个粉丝团，因为最近有一些很莫名其妙的人一直拿着我的大头贴，然后说是我，不是，因为我私底下不跟歌迷聊天的。然后可以到我的粉丝专页就帮我按个赞，然后或者是到我的 Instagram， 好，然后去帮我追踪一下，我所有发片的事情都会跟大家在上面报告。然后呢，接下来这首歌呢是在3月14号已经发行的一首最新的单曲。这条歌是因为我刚刚咱这人在过去这几天我们过去这几年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大家都好像很孤单，然后好像有时候又3级警戒，然后人跟人的距离好像就越拉越远了。所以我就特别写了这首歌，希望大家，希望大家每一个人拢会当找到你心目中，还是你身躯边迄个上重要的伴。谢谢。这边的朋友我看。永远的我的眼睛，我一个的我的风景，你给我的主角的你，我的背影是我家己，我让你伤欢喜。一双手，一个人，一个菜，一个厝，一个灯，一个我，一世人。分担的心情，一条路，一段情。
啥做我的歌？听